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最近不論是刷新聞還是看各種財經博主的分析，大家普遍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那就是8個字：前途迷茫，信心不足，生意越來越難做，工作越來越捲，消費越來越小心翼翼，褲腰帶都要勒斷了。大家都知道經濟遇到了坎兒，但對於病因到底在哪裡，藥方怎麼開，網上爭論呢，簡直是要掀翻天。有人說是內需不行，得趕緊刺激消費，也多發消費券。有人說企業沒錢，央行得繼續降息降準，大水漫灌。有人說外部環境太惡劣，咱們得靠國家出面死磕核心產業。一時間所有人都在開藥方，好像是盲人摸象，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摸到了真相。但在聊國內這個經濟的學者圈子裡面，有一個人的身影不能繞開，也是繞不開的，他就是北大的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老師。最近幾年，張維迎老師針對當下增長乏力、企業信心不足、產業轉型、政策調控等現實的痛點，拋出了一整套自成體系的硬核判斷。最近網上流傳一個張維迎老師的一篇文章，這文章的觀點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跟你玩虛的，沒有晦澀難懂的數學模型和高大上的政策術語，全都是用大白話直擊現實最痛的那根神經。有人說他的話是一針見血，真正找到了中國經濟的底層病灶，但也有人覺得他過於市場原教旨主義，有些開出的藥方屬於理想主義，在複雜的現實大國博弈中根本落地不了，也就是他的想法沒法執行。那麼我們把網上這篇流傳的張維迎老師的10大核心判斷，來用大白話通俗易懂的話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張維迎老師說，他說企業家精神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它是萬萬不能的。第一個說，消費和投資到底誰是因誰是果，這是張維迎老師的第一條判斷，說企業家精神才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根本動力，消費和投資都只是結果。現在一說穩經濟，大家第一反應就是刺激消費，加大政府投資，但張維迎老師最反對的就是這個思路。在他的邏輯裡，消費從來不是拉動增長的原因，它只是經濟變好後的副產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你錢多了，經濟好了，消費自然上去了。而反過來，对吧？你靠刺激老百姓花錢讓經濟好起來，那是本末倒置了。老百姓又不是傻子，手裡沒錢，或者說對未來沒有安全感，你發幾張滿100減20的消費券，他就能去買車買房嗎？老百姓願意花錢，前提是得有穩定的工作，收入預期還在上漲。而就業和收入是誰帶來的呢？是企業家頂着風險去開公司做產品，開拓市場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現在有企業家的帶動，投資也一樣，說錢本身是不會自動生錢的，如果沒有企業家去敏銳的捕捉市場需求，敢於冒險試錯，政府砸再多的錢去貸款發專項債，最後也只會變成一堆閒置的廠房和過剩的產能。說實話，張維迎老師這個觀點可以說把這個凱恩斯主義的頭腳顛倒給扶正了。從長期來看，供給創造需求，生產決定消費，這確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是如果站在完全理性務實的宏觀調控角度來看，張教授的藥方也有點過於包治百病。當經濟處於嚴重短期需求收縮和流動性陷阱的時候如果只是一味的等企業家自發恢復信心，這個可能需要極為漫長的時間，甚至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撐不下去的中小企業就已經倒閉了。這個時候，政府通過適度的救急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去進行奠基心肺復甦，雖然治標不治本，但是在特殊時期先活下來才是硬道理。所以說，企業家精神是拉動長期增長的火車头，但是在危机时刻政策干預這個也是有必要的，是不能完全缺席的防護欄。上個世紀30年代是吧，美国就靠凱恩斯主義度過了那個叫什麼危機，1929年的經濟危機的，後面就是靠凱恩斯主義復活。
但是凱恩斯主義你不能長期這麼幹，在短期緊急情況下是需要一個人去扭轉一下。也就是說，打個比方，恐怖螺旋你怎麼把它斬斷？這個時候恐怕只能靠強力。告別8%的高增長，3%的創新驅動夠用嗎？這個張文英老師第二條判斷，他說過去高增長靠套利，未來只能靠創新，增速台階下行是必然的，就是增速沒有那麼快。很多人現在難以接受 GDP 增速回到5%甚至更低，天天焦慮的睡不着。但張文英老師認為，這是發展階段切換的必然趨勢，沒必要去強行和規律做對抗。他把過去幾十年形容為套利時代，那時候國內市场是一片空白，國外有什麼咱們就引進來複製倒賣，就能賺到巨大的差價，這個叫後發優勢。你保时捷你設計完了之後，你專利已經過期了，那咱們就可以，那至少省了研发費用、設計費用，而且很漂亮，它就變成了保时米嘛。這就是後發優勢嘛，你不能不承認。而現在呢，全球能拿来抄的成熟紅利基本耗盡了，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土地資源優勢也都在減弱，往後走前面沒有現成的路了，只能靠原創技術、全新商業模式去做創新型增長。這個縱觀全球發達國家，純粹依靠創新的經濟體，長期能穩住3%左右的增速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所以大家把心態放平，也就是带路的，在前面開路的，你能有3%的增長就不錯了。你後面跟隨的呢可能會快一點，但你不能永遠跟隨，你跟着你已經跑到前面去了，那你就變成要帶路了。這個判斷其實非常務實，解開了不少人速度焦慮。中國作為一個14億人口的超級經濟體，也第二大經濟體，你不能指望着它一直6%、8%的速度增長。所以說很多人說馬上我們5年之內就要超過美國了，這種判斷都是要命的，都是沒有認清自己。而如果是能常年保持3%左右這種高質量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這種創新帶動的增長，那確實質量遠遠高於那種靠山寨、靠後發優勢、人口紅利6%的增長都要好。所以說我們一直說是接受增速放緩，不是悲觀，是尊重經濟從少年狂飆期步入成年穩健期的生理規律，這不是唱空，這是坦然接受，是你了解了真相之後要接受這個。第3個和第4個判斷叫分清一階問題與消退的紅利。張文英最近幾年最核心的一個學術區分，就是說當下經濟最大的難題是一階問題，宏觀刺激政策只是次要的2階問題。什麼叫一階問題呢？指的是市場化、法治化的底層體制、營商環境對民營企業家的穩定預期，這是決定經濟長期走向根基。那麼什麼是2階問題？大家天天盯在新聞聯播和財聯社的降息啊、發專項債、消費補貼、產業扶持這些短期調控工具。張文英老師說，現在大家天天求着央行降息，完全是本末倒置。如果一個企業家對長期的經營環境沒有穩定的預期，今天擔心這個政策變，明天擔心那個標準改，產權保護覺得不踏實，那哪怕你利率降到0，哪怕銀行求着他借錢，他會去貸款擴大投資研發新項目嗎？他不會的，他只會把手裡的錢存起来，甚至躺平。實際上他是把手裡的錢混成綠票子，要抓緊時間在窗口關閉之前要離開，所以這個是常態，這個才是現實。所以張文英老師這句話是切中了當下民營企業信心危機的最核心的痛點，也就是他們不敢用5年或者10年的眼光來對待，他们只敢用2年，今年玩命的投下去，明年玩命的撈回來的割啊，玩命的割回來之後，第3年就準備剃頭跑路。大家都是這種心態，都是這種短視的眼光，那怎麼好得了？所以理順一階問題，給全社會提供一個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法治環境，比發1萬億國債要管用得多。穩定大家的預期，未來20年、30年都不會變。法治。第4個灰犀牛來了，這有張文英老師說，4大紅利的集體消退，後發優勢全面消退，
過去支撐高增長的紅利正在集体消失。這個張維迎老師幫我們盤點了3大正在弱化的基本面。第一個是人口紅利，這個不用說了，人口紅利是吧？斷崖式這個在消退，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而且你還沒有辦法。第二個是資源與紅利環境的紅利，過去可以粗放的消耗土地、礦產，甚至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 GDP， 在前十幾年是吧？或者20年前那是比比皆是了。那現在大家對環境是要求越來越高，我們每個人環保意識、食品健康、食品安全，是不是這種呼聲關注越來越大？實際上就反映了咱們對環境的這種對自己生存條件的一種關注。那我們過去不關注隨便是不是？那現在一關注，那當然成本就上去了。对企業來說，它就要花更多的錢去環保，所以這種粗放擴張的空間已經鎖死了。那第3個紅利就是全球化的紅利。過去海外大門敞開，出口訂單做不完，現在全球貿易格局面臨重構。你看，連歐盟人家已經不要你的東西了，也開始要貿易摩擦了，要貿易保護。美國早就開始了，貿易的大棒已經掄起來了啊。所以外需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无底線的托舉國內的過剩產能，也就我們過剩產能不能全指望着國外幫我們消化了。這些趨勢性的紅利消失的同時，還疊加了我們早年為了對抗金融危機搞大規模刺激政策留下的地方債務、地產調整等週期後遺症。當然了，人口紅利的消退，這個不光是咱們的問題，其實全球都是遇到這樣的問題。你比如印度現在經濟稍微好一點，人家也不生孩子了，好像也到頭了。那越南更是這樣。所以說，人類恐怕有很多東西是共通的，一旦到一個地步的時候，都不願意生了。現在我看就是非洲是吧，還有一些穆斯林還願意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我看有媒體報道，到了歐洲的穆斯林，他們好像也開始不生孩子了，比在非洲的時候生的少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這麼個現象，這個大家可以關注。雖然他比歐洲的當地人還是生得多，但是他跟非洲比起來，那已經跟中東比起來，他已經生的少多了。第5個判斷說，企業家到底缺什麼？要陽光，不要溫室。企業家信心不足的核心不是缺錢，是缺少穩定、公平的法治市場環境。前不久，西安賽格购物廣場鹽棚一躍而下，這些東西實際上都是反映出一些不公平。不公平沒有關係，到處都有不公平，但是它最後又脫離了法治。不行，我們打官司，法庭見。但這個阀門最後一道牆出問題的時候，那就它只能是一躍而下，高墜。很多人有個誤區，覺得中小企業很難，那就是缺補貼，融資貴，所以政府應該多搞點定向貸款，搞稅收返還。但張維迎作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代表，他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認為真正的優秀企業家從來不需要政府給他特殊照顧或專項補貼，因為補貼是暫時的，而且往往伴隨着各種行政審批和尋租空間。企業家真正要的是一視同仁、穩定不變的裁判規則。如果政策頻繁調整，今天說這個行業是重點，明天突然嚴加整頓，今天對產權保護是這個標準，明天又有了新的解釋，那企業家就會選擇持幣觀望，把資產做輕，絕對不投長期的重資產的，需要10年8年才能見效的硬核研發。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的企業家都是希望今年投下去，明年回本，後年再撈一把，就換綠票子，3部曲。那你說你都这麼想，没個長性持續的投入，30年如一日的，那你怎麼行？這實際上就是胡靜老師曾經說過的，叫嚇鳥論。大家自己去腦補吧，什麼叫嚇鳥論？給企業特惠補貼，就像是給溫室裡的花朵施肥，它可能長得很快，但經不起風雨；而建立完善的法治和產權保護，則是改良土壤，提供陽光和空氣。只要土壤是肥沃的，陽光是公平的，哪怕有風雨，大樹自己也能破土而出。所以法治才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給民營企業定心丸，不能靠朝令夕改的口頭表態，而是要靠堅如磐石的法治制度。所以美國的憲法好像200多年沒改過，是不是？真的不改，為什麼不改？
大家自己去想一下評論。有的印度那法律天天改，动不动改一下，他改之前還征求一下意见。但是大家和印度人也不知道在哪儿征求的，反正最后你不管怎麼徵求的，最後都過了他就執行。但是法律老是變。這個印度還把很多30年前或者20年前的給人家的優惠，或者是各種政策補貼，現在回頭跟人要回去，這麼整。那所以說印度現在人家不願意去投資，是吧？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那張文宏老師第6條判斷也是他這個爭議比較大的，經常跟林毅夫教授公開辯論的焦點。什麼這焦點？就是產業政策容易扼殺創新。真正顛覆性技術從來不是規劃出來的。那林毅夫的觀點就是我們要有補貼，要產業要引導。但是張文宏認為產業不要引導，讓萬馬一起跑，哪一匹跑出來那就是那一匹對的，你不能引導馬說往哪兒跑，你引導錯了。所以說張文宏認為所有的東西它都不是規劃出來的。你比如說咱們說 DeepSeek 誰規劃出來的，是吧？也没有規劃，人自己整的。不管他是不是现在有很多诟病，是吧？有很多爭議，但那不是地方政府說教他怎麼整的，人家自己整出來的。比如有些机器人，是吧？近些年無論是地方还是都特別熱衷出台各種產業規劃，比如定下新能源、光伏、高端制造的路線圖，然後精準扶持。張文宏對此保持強烈的警惕。他的核心論據是，創新具有本質上的不可預測性，能預測的都不是創新，那就這意思。你真正的創新你是不能預測。所以我一直說的吧，這個如來神掌，也就是創新一來，你過去老的那些產業可能就要被顛覆。也就是比如說互聯網大廠，我說互聯網大廠為什麼緊張，他為什麼這樣焦慮？他不是沒有錢了，他也不是過不下去了，他緊張就是怕这個叫如來神掌，就是天外來一掌，你不知道這一掌從哪兒來的，也不知道，對吧？這是從哪個角度來，總之人家就是降維打擊了，你就完了。那正因为这不可預測才是降維打擊啊，對吧？你不知道這一掌從哪兒來，如果你都知道從哪兒來，你就不用擔心了。就我也去那兒了，對不對？我有的我錢還多，對不對？我自己就往那兒跑了。正因為他沒法預料，對吧？就像這個諾基亞最火的時候，他也沒預料到蘋果搞個什麼手機出來，諾基亞就退出舞台了，對吧？還很多這樣的事情，對不對？張文宏老師他也說，當年諾基亞和摩托羅拉稱霸世界的時候，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計劃部門或專家團隊能寫出一份產業規劃，預測出蘋果智能手機會徹底顛覆人類生活。在阿里、淘寶做大前，也沒有任何政策專門提出規劃電商這個賽道。政府部門制定產業政策，往往是基於過去已經發生的數據和行業規律，但真正顛覆性創新往往誕生在行業的邊緣，來自跨界的創業者定向補貼和准入限制，有時候反而會固化現有的龍頭優勢，扼殺那些還未知的創新的可能性，反而會扼殺。那麼第8個判斷就是市場的本質與 AI 時代的終極信仰。市場的核心是釋放人的創造力，而非簡單的分配資源。有很多人覺得市場經濟不過是個買賣平台，調節商品價格，多退少補，讓物資能夠流通。張文宏老師說，這只是次要的附帶功能。市場經濟最珍貴、最偉大的地方是它建立了一套極其精妙的激勵機制，它逼着有野心、逐利的人必須通過利他的方式來實現利己。你想發財，你想出人頭地，在充分競爭的市場規則裡，唯一的路徑就是創造出對消費者有用的產品和服務。就像馬斯克，不管個人性格有多少爭議，他想實現自己的商業帝國夢，他就必須創造出更安全、更好用的電動車和火箭。一旦他的產品損害了大眾利益，市場就會用腳投票把它淘汰。這種依靠競爭把個人逐利動機轉化為社會正向價值的機制，是任何計劃模式、指令經濟都無法替代的。一旦管制過多，普通人能夠發揮創造力的空間就會持續收縮。實際上，這個說法就閃爍着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光芒。現代社會之所以繁榮，不是因為麵包師或者屠夫有多麼高尚，他喜歡殺豬，他喜歡做麵包為人類服務，也不是什麼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喜歡送外賣，喜歡開網約車，
而是因為他們利己行為在市場機制下餵飽了所有的人。我們保護市場本質上是在保護普通人通過誠實勞動、創新冒險來改變命運的上升通道。那麼 AI 洶湧襲來，企業家會被算法取代嗎？這個也是個問題。這個 AI 不光替代牛馬，替代韭菜碼農， AI 會不會把企業家也給替代了呢？張文英老師判斷，他說 AI 無法替代企業家，想象力才是人類創新獨有的核心競爭力。當下生成式 AI 這麼猛，很多人都在焦慮，說以後管理、決策、分析數據 AI 比人強1萬倍，那未來是不是不需要企業家了，全靠 AI 算法來調度經濟就行了？張文英給出了非常斩釘截鐵的否定，他認為 AI 底層邏輯是歸納法，它是通過海量的歷史數據去複刻已有的規律，處理那些過去發生過成熟的場景。但真正的創新永遠是指向從未出現過的未知領域。企業家做決策往往不是靠歷史數據推演出來的最優解，而是靠一種近乎直覺對未來需求的想象力，以及願意承擔歸零風險的冒險精神。 AI 可以幫你優化生產線，寫個財報，做個存量業務的降本增效，但它絕對不可能憑空創造出一個顛覆性的新行業。也就是 AI 是基於過去的大數據，对吧？過去的邏輯去判斷生成做這些東西，但是人類也是靠想象，是吧？最後這個張文英他說要理解當下的調整陣痛，過去強刺激埋下的長期代價，當下調整陣痛是還債的必經過程。也就是咱們天天說的，這是買單的時候到了，要買單，總得有人買單，誰買呢？你不買，我不買，那誰買？对吧？有人买單。張文英直言不諱地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後，国內推出的那一輪超大刺激，雖然在短期內穩住了增速，但也讓我們透支了巨大的發展空間。當年大規模基建、房地產的無序擴張，催生了如今我們天天頭疼的地方債務、行業產能過剩以及對高房價的深度依賴。過去經濟規模在高速增長，這些矛盾可以被掩蓋，也就是增速可以掩蓋這些矛盾。但是你的增速稍微慢下來，這矛盾就水落石出，所謂的就是潮水退去誰在裸泳？現在需求見頂，人口結構變了，原有的擴張模式玩不下去了，代價就集中暴露出來。專家認為，這種周期性的債務和產能遺留問題沒有任何捷徑可走，也絕不能再指望靠新一輪的大水漫灌去強行托舉增速，因為那不是在治病，那是把矛盾繼續後延，繼續放大。主動調整初期那些低效的資產，雖然短期內會非常痛苦，但這是修復經濟機體健康的必經之路。那麼張文英老師最後一條判斷，也是整套觀點的落腳點，就是長期經濟不必悲觀，放開市場，激活企業家就能釋放巨大的潛力。這個也是咱們經常說的，對吧？我們遠處看不要悲觀了，近處雖然有低迷，有這個各種各樣的坑，我們要做的就是我們要等到天亮，等到這個經濟恢復的時候，那自然就看來的曙光啊。所以長期沒必要悲觀，我們要做的是我們要知道當下的困難，我們不要掉坑裡面去，哪怕把当下所有的困難、所有的雷都盘了一遍，張文英对中國經濟長期前景依然保持了堅定的樂觀。他的底氣不是來自什麼神秘力量，而是來自國內那份獨一無二、讓全球都羨慕的巨國優勢。而我們有14億人口，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產業鏈，有全世界最龐大、吃苦耐勞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如工程師紅利。這個超級大盤子天然就具備深度分工、孕育出海量創新的土壤。張文英一再呼籲，就是只要我們能夠持續推进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把底層的一阶問題理順，明確產權保護，穩定民營企業家的預期，放開那些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重新激活全世界、全社會敢闖、敢試、敢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市場自己就會湧現出無數的新產業和新需求。也就是你把這些人放開，對吧？你給他們更大的空間，你不能动不動就發口罩，你动不動就，對吧？所以說活力，你一放開有了活力，經濟它就上去了。
經濟跟活力有關係。過去40多年經濟奇蹟已經反覆證明了一件事：只要給市場鬆綁，給創業者空間，普通人的創造力足以衝破任何短期的增長瓶頸。這就是張文英老師的這個關於經濟的10點判斷。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大家一起讀一讀，還是很有收穫的，說的還是很有道理的。也就是說，這就是咱們也說的，你越緊，那肯定是活力越少，越低迷；你越寬鬆，对吧？反而活力越多。那現在是什麼情況？大家自己判斷。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